他只是因为在顶楼喝了一瓶水，又随手放在了地上，水瓶就被顶楼大风吹倒，滚到了昏暗之处。另一个工人没有看见，一脚踩滑，导致下方的蜘蛛人失去平衡。他手中的清洁工具跌落，从空中直接掉入施工中的燃气通道，引发连锁爆炸，最后让整个城市陷入火海。这就是时空穿越里的蝴蝶效应。他是一个时空穿越者，他的本体其实在几天后的一家照相馆内，是一名名叫程小时的年轻人。他从小就有一种超能力，能够通过一张照片进入拍摄者在这张照片的时空，经历一小段过去，而且是真的过去。他还有一个搭档，名叫陆光，这人也有超能力，他能读取一张照片的限定环境里前后12个小时的所有历史和变数，所以他就成了程小时时空穿越的引路人和监督者。刚刚那场大爆炸其实没有发生，是陆光看见的蝴蝶效应引发的未来。只要程小时没有依照拍摄者原本的路线擅自喝掉地上的那瓶水，就会导向这样的未来。这就是时空穿越的原则，即使能回到过去，也只能观测和跟随，不能改变时空的某些重大节点。陆光想联合程小时的能力开一家特殊照相馆，替有需要的人回看过去，可是只能回到过去，却不能改变过去，这种能力有意义吗？程小时也陷入了这样的困惑之中。直到这天，一项特殊的委托到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走进照相馆，手拿一台10年前的破损相机，恳求两人帮忙取出里面的胶卷并洗成照片。可第二天他来取的时候，看到一张张相片却没有欣喜，反而失魂落魄，像受了什么刺激。话都没说完整，就跑出照相馆，蹲在路边呕吐不止。陆光递给男人一瓶水，从对方的表现来看，他断定照片里有男人解不开的心结，于是鼓励对方将心结讲出来，他会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就这样，新的委托到来。等程小时回到照相馆，陆光告诉他，新任务即将开始，他们需要帮顾客带3段话给照片里的人。看着这些照片，程小时以为是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他颇有闲情地换上超英套装，念叨自己即将拯救世界。接着同陆光一击掌进入照片，变成了委托人陈潇。回到过去，他出现在10多年前的一个球馆里，墙上的横幅写着篮球比赛，这也不是球馆，只是一个废弃工厂。队友的球衣全由校服改造，不像对手那样有定制的篮球服，他们这边就连自家的篮球教练都是校里的化学老师临时顶替。赛场上他一心批阅试卷，根本不懂指挥。显然这是支业余队伍，从别人手里抢球都十分困难，好不容易进一球，还摊上心思不纯的对手有意耍阴招，撞倒技术较好的队长，使其腿伤严重，难以站稳，在后续的比赛中都只得一瘸一拐的防守。程小时不看好这场比赛，却听老师说这是男孩们最后一场球赛，以后球场会改建为宿舍，校队也不复存在。怪不得即使两方实力悬殊，也无人放弃。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比赛竟有如此特殊的意义。望着那群被对手碾压却仍不服输的少年，一股久违的冲动在程小时体内翻涌。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你现在身处过去，是别人的事情，别多管闲事。在陆光能看到的时间线中，这次比赛是输局，不容更改。可作为能力者，程小时只求尽其所能，帮助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即使输也输得抬头挺胸，问心无愧。这份心意打动了陆光，他斟酌再三，同意程小时在保证输局结果的情况下，于赛程中缩小比分差距。得到陆光允许，程小时立即跑过去扶起因腿伤再难站立的队长，承诺会代替他完成最后一场比赛。不同于陈潇的技术普朴，程小时从小练习篮球，于是他一上赛场便如同换了个人，球到手便不曾失误，即使站的地方离篮球框很远，也依旧精准投篮。就这样，程小时一路高歌到赛程末尾，把比分追到仅2分之差。这个成绩让队长振奋，唯独程小时知道战斗到此刻必须结束，于是最后关头，他将球传给了技术不佳的队友。他本以为他必然投不进，可偏偏是他的最后一搏让篮球落入篮筐，拿下最终胜利。外局突然转胜，过去被改变了。死人是最轻的刑罚，严重的话，很多个体的命运都会被改变。陆光之前做的推演不停在程小时脑海回放，那暗示毁灭将至的积木，还有城市尽头的爆炸，都将程小时推进恐惧里。他无法与队友共庆胜利，而是远离人群，不停呼喊陆光的名字。此时陆光正处理麻烦，程小时还以为未来陆光已经因他而死，懊悔不已。好在陆光的声音还是在耳边响起，他与他所在的世界仍无大碍。看来过去最重要的事尚未改变，足以容下当前的错误。这时照片开始褪色，为委托人带话的任务该进行了。程小时冲到队友身边，这时的大伙儿正因化学老师的话闷闷不乐。原来学校废除球馆改建宿舍的决定已是既定事实，他们赢了比赛也无法改变。但这时程小时将来自10年后的陈潇想说的话说给了朋友们听。
原本不快的少年们又再度露出微笑，对篮球场的遗憾似乎淡化。临别前，他们站成一排，在即将关闭的篮球场留下了为梦想挥洒汗水的时光瞬间。散场后，一个女孩出现在球场，她看起来很生气，一直对受伤的队长发脾气。队长是她哥哥，非但不恼，反而嘱咐陈潇送妹妹回家。朋友们离开后，程小石捂住胸口，发现心脏跳得特别厉害。他立即明白，那女孩是陈潇喜欢的人。回家路上，两人慢悠悠地走。女孩讲起自己的心事，她正犹豫中考结束后，高中应继续留在小镇，还是听爸爸的话迁去市里。陈潇的态度对她很重要，他鼓励她去，她却似乎不想听到这些，情绪变得更低落。程小石便在此时说出陈潇拜托转达的第二段话。于是，在青涩的麦田中，程小石代替陈潇转达了珍藏多年的心意。这段话很长，落入风中，融进暖阳，照在了女孩脸上。这一刻，她的眼亮晶晶的。你说真的？女孩害羞地跑了，程小石赶忙追上去。等将女孩送回家，太阳已经下山。分别前，队长突然出现，他对这份微妙心知肚明。不断揶揄说话的两人，还敢在陈潇离开前推了妹妹一把。于是，在至亲挚友的见证下，男孩和女孩在镜头里留下了他们最好的年华。任务已完成2/3，陆光看着照片，神色凝重，像在纠结什么。与此同时，程小石却是轻松的，他停下来，别有兴致地欣赏晚霞与飞鸟。被陆光催了好几次，才动身赶往陈潇家。谁知刚到家，就撞上暴脾气的妈妈，为儿子挽归，讲了很多不好听的话，还动手打人。程小石连忙躲闪，不停求饶。面对陈潇妈妈的怒火，他一点都不生气。等终于静下来吃饭，看陈潇妈妈不停给自己夹菜，那叠得高高的饭碗，让自幼父母失踪的程小石体验到了久违的母爱。这一刻，他真希望面前的女人就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妈妈。然而，任务还要继续。听到陆光的催促，程小石只能按原时间线所做，提起辍学打工的事。果然，程潇妈妈又气坏了，她教训儿子应光明正大考出去，只是越说眼泪就越多，心里也越难过。现在时间已走到照片中陈潇妈妈最生气的时候，陆光通知小石是时候说第3段话了。但在那之前，程小石还是替自己说了些安慰妈妈的话。他想让妈妈知道她的委屈、伤心、孤独，他都懂。等陈潇妈妈平静了些，程小石才将陈潇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这些话程小石说得很有感触，仿佛他就是那个儿子，在努力哄自己的妈妈开心。妈妈也终于破涕为笑，尽管嘴上仍旧不饶人，却还是起身为儿子热菜。程小石拦住他，拿出相机，说了很多有趣的话，让陈潇妈妈在镜头前留下了自己最好看的笑容。这次委托任务全部完成，程小石把相机送回书柜顶端。陆光要他返回现在的时空，程小石却望着屋外，他想自己的妈妈，便想多逗留一会儿。陆光答应了。饭桌上，程小石把碗一扫而空，热烈地唤着一声声妈妈，却在吃面时意外从陈潇妈妈口中得知，她现在所在的时空竟与石阳地震爆发时一模一样。他终于反应过来，球赛胜利后陆光不紧张的理由，因为那个还没被改变的重大事件是今天他遇见的所有人都会遭遇这场地震。秘密已被知晓，陆光要求程小石马上离开，回归现在的时空。程小石却执意骑上车，径直朝村子里赶去。他找到队长、初恋，告知今晚8点半会发生地震，应抓紧时间离开。可无论他喊得多大声，说得多焦急，都没有人相信他。他只能继续跑，到处喊，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可仍旧无一人相信。他们将他当成了疯子，而耳边陆光的分析仍旧理智到近乎无情。要下雨了，你现在把他们都喊出来，暴露在外面，面对泥石流的话会更加危险，不但救不了他们的命，又可能让另一批无辜的人丧命。程小石，你想清楚。这种无力让程小石濒临崩溃，可他依旧没有办法看别人死在自己面前。直到最后一次呼喊，他迎来的依旧是他人一次又一次的无视。程小石终于绝望了，趴在围墙边埋头痛哭时，他想到了妈妈。他骑车赶回家，百般请求妈妈跟自己一起躲避。妈妈不相信地震，却还是依儿子所言收拾东西，钻进八仙桌下避难。等待中，他发现儿子常用的相机没有拿，正要出去，程小石赶紧拦下他，自己跑去找相机。刚拿到相机，时间来到了晚上8点半。大地震动，妈妈冲出去保护儿子，即使自己跌倒，也还拼命将儿子拉进怀里。世界在顷刻间变得混乱，可很快又如船入水，在黑暗中晋升。时间缓慢地流动，陈潇妈妈骨头碎裂的声音成了程小石离开前听见的唯一声响。原本借陈潇身体再次获得母爱，程小石只当是命运给予的垂怜，可最后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了。重回自己身体，程小石用电脑查到了10年前石阳地震的遇难名单。他发现穿越后他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名单里。
他歇斯底里的努力竟这样被世界无情地讽刺了。从此，依靠照相馆谋生的程小时和陆光决裂，因为陆光早就知道了这一切的结果，却一直隐瞒他，由着那些人死。程小时发现自己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快乐了，只要拿起相机，他就会想起曾为他拍照的逝者，继而干呕不止。因无法正常拍照，他总是遭到顾客投诉。在身体受影响的同时，他的记忆也困于10年前，反复看见与逝者相处的时光，又反复目睹他们离开。很多个夜晚，他都分不清自己是程小时还是陈潇。那些美好和痛失太强烈，他已陷入了和陈潇一样的创伤。仅仅是碰翻餐馆里的签筒，他都会瞬间回到地震现场，在无力的颤抖中又一次失去自己。这或许是能力的代价，以为自己只是局外人里中客，到头来也逃不过局中人的苦与悲。陆光不断打来电话，程小时一律不接。陆光只好独自反思，他发觉之前自己错看了程小时，他只注意到程小时的幼稚聒噪，以为他没心没肺，从未理解对方内心的良善，是能为他人之苦而苦，为他人之痛而痛。为弥补自己的错误，陆光曾打电话为程小时找心理咨询师，也曾试图去照相馆找他，可程小时都闭门不见。程小时的伤口很重，一经形成，不论如何都难弥补。我会觉得我们能帮很多的人，但现在呢？你别跟我说什么马拉松，那跑什么呢？为什么跑？跑去哪儿？你是帮我跑不了，但我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不跑？如果回到过去，抓不到一丝改变的可能，用尽全力也只能目睹生命接连葬送，这样的穿越能有什么意义？我现在感觉，我比认识你之前更像个废物。他最终下定决心，拿出手机，买了张去石阳镇的车票，之后一夜未眠，直到凌晨5点半的闹钟响起，他才坐上汽车，抱一束花来到墓园。墓园里多是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其中有一座属于陈潇妈妈。程小时站在这块墓碑前，献花鞠躬，久久未能言。这时，28岁的陈潇走了过来，程小时避之不及，在对方疑惑的眼神中仓皇离去。刚出墓园，他就遇见了同来祭拜的陆光。这是发出散伙宣言后，两人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些尴尬。陆光并不如程小时想的那样无情冷酷，来到这里就是证明，只是程小时人在伤痛里无法原谅。在墓园里，陆光看见陈潇正蜷缩在妈妈的墓碑前，不断忏悔。他走上去与陈潇打招呼，又俯身为陈潇妈妈送上鲜花。看出陈潇眼里的困惑，陆光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其实私人已逝的道理，陈潇都明白，只是他记挂着离别前的争吵，愧疚到至今都不肯放过自己。见状，陆光把信封交给了陈潇，他希望陈潇能重新看看这些照片，也许会因此产生新的看法。陈潇犹豫着接受了，他不安地将照片拿出来，才看到第一张就愣住了，因为照片里的人和他记忆中完全不一样，表情、状态都不是他想的那样。在这之后，陈潇鼓起勇气找到电视台，参加了地震10周年活动。而后续这场直播被程小时看到，他不敢相信陈潇居然愿意以幸存者的身份参加电视节目，在那么多人面前揭开自己的伤口。28岁的陈潇面容憔悴，坦诚这10年他都在后悔，因为在他的记忆里，他没和朋友告别，没跟喜欢的姑娘表白，还和妈妈大吵一架，说了很多伤人的话。这些记忆的片段鞭打着他的心，折磨他10年里无数个日日夜夜。生离死别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没有好好表达自己的爱意。我感觉我就像是在心里给自己判了刑，刑期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很深的负罪感。这10年的每天都是这样。他说这些的时候，程小时就站在屏幕下安静地听，那些忏悔痛楚曾叫嚣着把他困在暗房，直到此刻才因陈潇的自白恢复平静。陈潇拿出10年来都不敢面对的照片，此时的他竟似乎已经释然。第一张是球场的兄弟，照片里兄弟们都在笑，好像他们那天没有任何遗憾。这是因为他想说的话，程小时替他表达了。篮球馆是跑不住了，比赛咱不是赢了吗？哪个重要啊？可能以后咱们毕业了，工作了，可能以后咱都不打篮球了。可是每次想到咱哥儿几个在这么一个破烂的篮球馆里面，有了一场谁都没觉得赢的比赛，我直说啊，我想到今天我会感动，我会振奋。可能未来哪天，这生活难的让我觉得都挺不下去了，
想到今天，想到咱们哥几个，我咬咬牙，我就觉得都能挺过去。还得是深秋。茄子。第2章是分别时的初恋。照片里两人挨得很近，因为那时在麦田和阳光里。他建议初恋去市里读书。我知道了。不是，流氓，我也去。你等等我，我肯定能考到市里去。等我去了，我就追上你，咱俩就能在一块儿。你说真的？流氓，你等会儿。我说你俩是磁场正负极呀。说清楚。3、2、1，笑起来。第3章是饭桌前的妈妈，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完全没有被儿子气到的样子。我跟他说，我还要体体面面的考到市里去，考到最好的学校，毕业了找一个好工作，赚大钱，买一套大房子，把你俩接过去享清福，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外太太。照片里的人在笑，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直在被怀念着，一直在被深爱着。我们也应该坚强，我们应该勇敢地走出去，积极地活下去，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被他们祝福着。若不能改变过去，时光穿越有何意义？也许是为了在停止的时间里与重要的人再一次相遇。既然命运给不了我们永恒，那就及时说出没说出口的话，把苦涩的悲伤变成甜甜的欣喜，把隔阂引发的争吵变成相互理解的甜蜜，然后接受残缺，一直残缺，允许遗憾会一直遗憾，最终留下过去真实存在的爱，迎接不可知却新生的未来。至此，程小时也被治愈了。他明白了自己这份无用的超能力也有它的意义。